家好，我是冲啊。顶摆介绍了腰笑名称的前义，今仔日我要来介绍一个甲腰笑有关的病症，就是糖尿病。大部分人会直接甲糖尿病看作中医的小确症，而且伫中医观点内底，佫分作三类，所以嘛号做三消症。小确症是讲糖尿病的病人有消散甲咬喙焦的症头。有的资料会讲糖尿病毋是小确症，因的意思是讲中医甲西医看重的所在无同，两个无同的理论拄做伙，本来就会有一寡重担，大家会当甲无同的讲法列作参考。不过我今仔日主要是要为西医的角度来说明，所以我也是用糖尿病来称呼。大概来讲，糖尿病是血糖伤悬造成的病症。上常看到的症头是3到1少，就是高食、高啉、高热，甲体重无正常减轻。这个病症通常甲腰笑也是腰笑分泌的胰岛素有关。若是毋知影啥物是腰笑，会当去看我的顶一部影片哦。胰岛素是腰笑分泌的一种荷尔蒙，主要的作用是互血糖降低。糖尿病会当根据无同的成因分做几哪种。较常听到的有第一型、第二型甲胎印型。第一型糖尿病是一种自体免疫病症，病患的免疫系统会去攻击家己的腰笑，致使腰笑无法度正常分泌胰岛素，所以这款病人通常拢爱规世人注射胰岛素。不过这只是占所有糖尿病病人的一点点啊。胎印型糖尿病是伫女性有生期间发生。较特别的是，这毋是直接因为腰笑，也是胰岛素出问题，这定定是一种叫做 HCS 的荷尔蒙造成的结果。全名是安尼，伊是伫有生期间产生的荷尔蒙会压制胰岛素的作用。大部分的胎印型糖尿病是暂时的，不过若是无控制好，会足有可能对婴仔产生危害。有部分的妇女才会演变做第二型糖尿病。安尼第二型糖尿病到底是啥物咧？这是一种甲基因和后天生活习惯拢有关系的病症。简单来讲，这个病患大部分有爱食甜的习惯，所以要求着爱分泌足侪胰岛素来应付大量的糖分。但是时间若久，胰岛素的效果会愈来愈歹，造成血糖无法度降低。安尼听起来是饮食习惯造成的啊？为什么佫讲甲基因嘛有关系呢？迄是因为有足侪资料拢指出，第二型糖尿病有家族遗传的现象，表示这一定甲基因遗传有关，但是着甲身高也是体重同款。除了遗传以外，外在环境甲生活习惯等等的因素嘛会影响，所以有家族病史的人无一定会得到第二型糖尿病，无家族病史的人嘛有可能因为生活习惯无好造成第二型糖尿病。除了胎印型糖尿病的病人，大部分会伫产后恢复。目前糖尿病无法度根治，上好的状况就是把血糖控制伫稳定范围内。上重要的也是病患本身要注意饮食习惯。而且遵照医生的指示服用降血糖的药物，才会当避免病情恶化哦。今仔日就介绍到这，若是有啥物建议，也是毋对的所在爱改进，欢迎伫下骹留言甲我讲。若是喜欢这个影片，会当是介意甲分享；若是想要看一老影片，会当订这个频道哦。多谢大家。